再来看这诈骗手路有影是百款。最近伫新北市都有真侪里长是收到用 AI 换面容的无公彩的影片，而且再来威胁因用钱来买，若无就要对外公开。即马警方已经开始咧调查，也那刑警局是建议讲，这相片会当加一寡浮水印，会当减少互人冒用的风险。诈骗的手法各有新部署，也会压出最近新北有真侪里长拢收到咱的威胁影片甲信息，用 AI 换面新贵技术合成无雅影片，要求私下买影片转去，若无就要对外公开。他有讲说他是截取一小段，然后就是还有一长段。那基本上如果我们没有跟他积极联络的话，那他就要把这些放到各大媒体去推播。我本身是警察出身，所以我一看我就想说这是诈骗，所以我当下就是我收到之后，我就跟派出所联系去报案。因为里长有在网络上有 po， 那我在想说会不会我也会收到，最后昨天上午我就收到了。受害里长出来讲话，也伫面册发文，希望借家己的经验。提醒民众爱注意新形态诈骗，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已经展开调查。那我们分局随后立即由侦查队这边来召开扩大的一个侦查。那目前在6月24号，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填写了警察机关处理疑似身伪技术检核表。为过去的异样式的诈骗假冒伪证，也有仿造名人投资诈骗，甲即卖指定被害者 AI 换面恐吓。网络顶悬里长的公开信息、相片甲联络方式，加做诈骗集团锁定的对象。诈骗的手法是800款，要如何反制呢？刑事局建议相片甲浮水印应降低冒用状况。我们很多公众人士在相关的网络上都有你的照片，可能都会被透过截取之后去做类似的一个伪造的做法，所以在此也建议在相关影像上可以用浮水印的方式来避免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国民党团是表示会加速修订打诈专法，相关部门也要鉴定更较密切的任务编组，将解决快速变化诈骗的手法。记者综合报道。